张教授哈，你甲咱说明一下，你遮个册啊，你才收一偌久啊？大概有堆几类，啥物款的内容哈？我会开始买册吼，是差不多对20岁，去教小学的时阵有领薪水，迄个时阵就是每个月我若领着薪水，就会去买册。我真爱去买册，但是迄阵啊，无啥物特别的意识来日本了后，我才有产生即个台湾意识尤其是伫咧留学的时阵，我就开始决心讲要来收即个日文的台湾资料，因为日本时代日本人对台湾的文化，就是对台湾的即个研究真深。我发现讲有真好的资料。后来我伫主播大学教册的时阵，待遇真好，迄个薪水真悬，所以我就为日本所有的旧册店，我拢去甲拜托，那有关台湾，只要台湾册内底有台湾这两字，册名无拢无要紧，无关系拢无要紧，只要讲内底有摕到台湾这两字，我拢要买。所以全日本的迄旧册店，拢甲我即个倒收即个台湾的资料。当然我开真侪钱迄拢总迄嘛毋捌你甲算迄拢亿以上的啦我一生安尼收甲我80岁到80岁都足足收60年伫台湾头收到日本来，台湾头台湾尾日本的全国旧册店安尼，拢甲我有熟识，后来拢变做真好的即个我的算讲我是伊的主顾这册收遐尼济，结果无位通囥台湾的就寄伫阮小妹遐，来日本的遮，我拢落租厝，到尾因为即个册袂当安尼要搬徙真麻烦，真困难要保护这个册所以我就买一间厝，人生第一届买厝，互册住。人拢无要紧，我囡仔家族都走来走去迄人会移动，你册袂走，你就爱甲保护。所以这间厝就是了册住，等于册的别庄这间厝我那30几年所以以后这个册囥咱遮无利用真无彩所以即马咧拜托伟文兄来替我发落这项代志即马还搁咧进行中，希望这个册会当摕转去台湾设立一个中央的资料馆集中起来好好来整理互我所有的即个想要研究台湾的人伊来利用会使讲若个人台湾人个人收藏迄个质我毋歹讲啦若讲即个数量我想全台湾可能无人会比我较济啦所以这是我一生最后的财产啦我这财产应该爱交互台湾人做台湾人共同的资产安尼才有意义啦多谢。